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一起默想今天的經文。5月10日，星期日，誰能阻止他們受洗，不給他們水喝呢？使徒行傳10章47節。問：是什麼因素促使哥尼流接受洗禮？哥尼流接受洗禮並非偶然，他的屬靈成長源自於他獨特的特質和行動，積極的屬靈生活。經文強調哥尼流是一個敬畏神的人，並且他對家人產生了積極的影響。他常禱告神的習慣使他的心預備好接受神的指引。使徒行傳10章2節。當他從彼得那裏聽到福音後，他和家人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基督，並立即受洗。這表明，當明白真理時，最好的行動時機就是當下。使徒行傳10章47、48節。作為一名軍官，哥尼流的地位在當時的偏見下可能會成為一種阻礙。然而，他願意做出必要的改變，將與耶和華上帝的關係置於名望和舒適之上。使徒行傳10章24、33節。像他之前的約書亞一樣，哥尼流決定與家人一起侍奉耶和華上帝，成為家人的屬靈導師。約書亞記24章15節。不要害怕改變，因為每一次改變都會讓你離充實而有意義的人生更近一步。如果你覺得需要做出的調整意義重大，請記住，你無需獨自完成。耶和華慈愛地看着你渴望取悅他的心意，並隨時準備祝福你所踏出的每一步。勇敢地繼續前進吧，因為侍奉上帝所帶來的自由與平安，遠遠超過你今天所做的任何犧牲。祝你明天一切順利，有美好的一天。願耶和華上帝賜福你。此致。